大家好，我是阿辉，我上爱讲无聊的笑话。我来讲一个足趣味的，有一只鸟鼠无洗身躯，有趣味。台湾话讲啪哩啪哩的女性，或做乌鸟；韩国话讲缘投的男性，或做欧巴。有一对翁仔某头一摆坐飞行机，无啥会晓看机票，就请服务人员斗看。服务人员看咧讲：啊，你是猪，啊，恁翁死伫外口。两个人险啊，互气死。有一只乌狗，号做史洛伊，因为乌毛史洛伊。医生，这样爱食几粒吧？啊，食104粒。夭寿哦，104粒，遮济。这是马古林的卢卡，这是马古林会使卢卡。规丛好好无错，即马阿辉嘛咧卖牛奶啊。鲜乳坊是受伊来成立的牛奶品牌，单一牧场佫会当追踪源头，会使试说明内底的网链去买。骹手慢你着买无？有这鸡骨仔口味的，看起来介好食呢。若做你伫暗暝咧撸卡，啊佫发烧，安尼就变做撸卡night fever。弾けるリズムに合わせて嫌なこと何もかも全部忘れてルカナイトフィーバー私はここにいるから少しでも視線をそらしちゃダメよバラバラババラバラババババ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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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バババラバラババババラババラバラバババ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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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巴巴拉巴巴巴，ダメよ。